物管唔單止係寫字樓工作，更加要走入社區，成為街坊最貼身嘅守護者。我係郭子龍 Chris， 係一名高級物業經理，入行23年。除咗打理屋苑營運，我亦積極參與荃灣區關愛隊嘅服務。物管負責屋苑安全，關愛隊負責體察民情，特別喺屋苑內有好多獨居長者同弱勢住戶，將呢兩個身份結合，我哋可以喺街坊遇到問題嘅時候提供緊急支援。幾星期前，我巡樓見到70幾歲嘅獨居業戶黃太，成個人慌失失。原來佢隻貓啱啱做完手術，突然爬咗出窗外平台。黃太當隻貓係命根，心急到想自己爬出去捉，但佢年紀大又冇防墮裝備，平台好高，一旦失足，隨時釀成嚴重意外。因為平時同老人家打交道，我明白佢哋一慌起上嚟會忽略自身安全，所以我即刻衝上前制止佢，安撫佢冷靜。當時現場有2名新入職嘅年輕同事，我即時分工，一個留低睇實黃太，穩定佢情緒，另一個封鎖危險範圍，我負責近距離捕捉。當時隻貓太驚，喺渠管後避咗成個鐘，仲跑去屋苑邊界後生鐵網，因為後面係荒野。如果有得隻做完手術嘅貓跑入去，實好危險。所以我趁隻貓準備跳入後山嗰下，我當機立斷撲向前，穩穩捉實佢，最後成功將佢安全帶翻落嚟。事後黃太好感動，讚我不單止救翻隻貓，仲救埋佢。呢種街坊之間嘅互信，我覺得就係物管工作最珍貴嘅回報。23年物管生涯，加上關愛隊嘅經歷，令我明白關愛從來唔局限於探訪慰問，更要喺危急時刻挺身而出。日常指引唔會寫明經理要幫手救寵物，但當街坊無助焦急嘅一刻，就係我哋物業守護者要企出嚟嘅時候，守住屋苑平安，亦守住街坊嘅信任。未來我會繼續用我嘅雙重身份，繼續用心待人、貼地做事，全力守護好呢個社區嘅每一份溫情同安穩。